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熊一奎，我是小主播文子，我是小主播秀秀，我是小主播 JJ。欢迎收看2礼拜的社会史캠프。社會史캠프吼，之前是講過爸爸媽媽認為議題，之前講的係爸媽說的話。2禮拜我來討論係爸爸媽媽做的事情，什麼事呢？家事。來，3個社會，你們家裡面的家事都是誰在做的呀？爸爸媽媽、姐姐我。4個人都做家事。我們是大家一起做。跟姐姐一樣。我跟我姐姐是輪值洗碗跟洗襪子，爸爸是就是負責地板的整潔。大概。我是媽媽在做的，媽媽就是做一些平常就是家庭主婦會做的，就比如說，洗衣服啦，然後還有煮飯，還有一些東西。你談到3個社會講吼，到底做屋下的事情，你的家事係咪有性別的差異？我哋來看一下1禮拜社會看議題。有你記下到做屋下嘅事就行較輕鬆哦。你有發現冇？廣告嘅主角係講做屋下嘅事，天朝都係媽媽哋做。佢爸爸做到屋下都啲嘅做冇計喏。食飯咧，那天唔會媽媽教我。好，一條骨針哦。冇教踢叫我。因為都係媽媽哋做屋下嘅事，嘅爸爸喏。我咩要做屋下嘅事啊？爸爸做嘅屋下嘅事啊，加上都係搬天火、裝水田、洗茶嘅，也都有唔是當日做。照台灣親情嘅統計，男性當日用32分鐘做屋下嘅事，女性使用嘅143分鐘哦，係男性嘅4.5倍。一下我咩要天數4萬塊洗衫褲啊？我為爸爸做屋下嘅事就係天數，媽媽做就係應該嘅咯。一個係家庭主婦，一個就係幸福男人嘅。上來做屋下嘅事係萬人嘅基因咯。剛才這個動畫哈，有2件事情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個是廣告，待會我會談廣告；另外一個是一個數據哈，媽媽一天做家事的時間是爸爸的4.5倍，爸爸大概只做半小時32分鐘。我不知道這樣的數據根據這個統計符合3個小歐你們家裡的狀況嗎？會不會太誇大了？沒有太誇大。來，你爸爸一天在家裡做多少時間的家事？洗碗應該不到32分鐘。還有哪一些事情爸爸沒有做到，剩的都是媽媽做的？舉幾個例子。洗衣服，每天都要洗。曬衣服，煮飯有時候也是媽媽煮。除了我剛才講的數據讓我印象很深刻，另外一個就是廣告。姐姐，你有看過哪些跟家電相關的廣告？裡面有性別的，你有沒有印象？電視，就是床前面有一個電視，對，然後那個男生他就翹着腳坐在上面，悠閒的在那邊看電視。就是洗衣精的廣告，是，就是某個女主角，然後呢，她就去那個洗衣機那邊，然後聞一下那邊衣服，然後就覺得很臭。很臭的表情，你有沒有發現？這裡面的廣告主角是誰？女生。OK， 我們現在有一個對照了哈。電視廣告是男生翹着腳很輕鬆，像我一樣在看電視。那洗衣機的廣告是媽媽。來，你看到什麼文字？看到冰箱的廣告，他們就是冰箱就感覺是很優雅、很完美，然後就有一個名模站在旁邊，然後就腳交叉，然後扶着那個冰箱，感覺很優雅。你覺得家裡誰什麼時候會對冰箱做這種姿勢？有人會做這種姿勢嗎？那種都蹲下來啊，然後把抽屉拿開來，然後
八字腿，然后所以说啦哈，广告是一回事嘛哈，现实生活是另外一回事。除了上届社會哈對武漢的事情，還有對廣告當中那門性別的差異，因也是特別是建發過後，訪問其他學生啊，稍微談一下其他學生啊有係樣板看呢。武漢生所到係女性還係男性嘅頭路呢？也都有同樣眼神嘅同學，所能形容嚟看廿件事情，要知道各位乜嘢來附近咯。今晚很好玩呢，哪有？等下跑到那個不能打破被罵。大家討論過後，也都同學整理出爸爸媽媽做武漢生嘅情形。來看看啊，武漢生大部分都係慢人啲嘅做呢。結果出嚟咧，當到嘅媽媽當然都係做武漢生呢。不過，沒有一多年嘅爸爸，什麼計做唔是做。武漢生做先都係媽媽來做，一啲同學有乜嘅想法呢？因為如果家裡沒有人做的話，如果都是媽媽在做的話，就是他可能一天就沒有辦法做完很多，而且他也要休息，因為他一下要上班，然後他有時候也會不舒服，但是他還是得要做家事，所以他很可憐。然後就是我會再分擔多一點家務。今日都有同學嘅爸爸係那種事會做武漢生咯。媽媽太累跑去睡覺，然後他就只好去洗碗。媽媽發脾氣就是故意做。媽媽發脾氣的時候，爸爸才會去做。好，再來繼續徵求繼續發言的，對嗎？哦，媽媽有交代，你看看大部分的情況是這個樣，對不對？通常家事都是我還有媽媽在做，他們就是會借口會推辭，就是說去買個東西之類，然後就可能就會先跑掉，然後呢，哥哥就會說他還有什麼報告沒有寫完，然後就想要去寫，然後所以他們可能弄了很久，然後才回來弄，然後那時候已經弄得差不多。既要武漢生，但係都係爸爸做較多嘅同學們呢。就媽媽比較忙於公事，所以都是爸爸在清掃家裡。我爸說了，從來跟我說，有吃飯的人就要在家裡做家事，住在這個家你就要做家事，所以就從小被這個觀念養大，所以我就覺得就做，沒有什麼好稀奇。會做家事的爸爸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非常細心，然後會為別人想，當沒有人在做家事的時候，他會主動去做。看你家台北市建發過時候，兩團訪問，人家為大家來整理一下你隻表格。好，然後 VCR 當中看到就是爸媽會做這個家事的比例，我們把它分成4個選項後，爸爸會天天做的，或者一個禮拜做3到5次的，一個禮拜只做1到2次的，或是都不做的爸爸。我們從文子開始，你家比較符合哪一種類型？1、2、3、4。1。哦，所以那個文子爸爸是每天都會做家事的。3。所以你爸爸只做一個禮拜做幾天？1到2次。請問一下 JJ， 你家是1、2、3是哪一種？第二個。你家是第2種，所以爸爸一個禮拜會做3到5天。對。做爹媽媽較接做武漢生，對於武漢生各個乜嘢嚟做，同學有人用嚟看咯。武漢生改用芯片來分工麼？那個女生比較可以去疼小孩，所以就是女生可以比較幫忙小孩，然後我們男生就趕快把那些事情做好，做好以後有時間還可以出去玩。男生他們力氣還是比女生大，所以粗重的工作可能由他們做會比較適合。然後女生大部分的女生就是都還是會比男生還要細心，所以細線的工作還是女生做比較適合。有你唔同意用芯片來分麼？以前可能就是覺得媽媽比較好，媽媽都會做很多事情。可是經過一些觀察，才發現爸爸好像也常常做家事，就是不一定都是媽媽做。所以對一些性別的感覺就有點改變。聽親戚說，你怎麼會縫扣子啊？明明就是女生在縫扣子，女生手比較巧，你萬一這樣子，人家把你當娘娘腔，你要怎麼辦啊？我就說啊，沒關係啊，當娘娘腔就當娘娘腔啊，沒關係啊，反正當一下女生也是不錯的啊。覺得男生女生不一定要規定什麼家事一定要規定怎麼做，因為
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本性特质，他想做什么事情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就是2个人达成协议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我们刚才在 VCR 里面有听到一个这个家事分工的准则，我不知道3位 COA 你们同不同意？你们会不会认为像有一些小朋友讲的，出众要用力的工作男生做，然后比较细心的工作由女生做？我觉得不应该男生做比较出众，然后女生做比较细心的。因为其实有一些女生力气可能比较大，对，或是有点不细心，也或许有一些男生可能比较细心，然后比较不会做出众的活。其他2位小欧来，那你理想的家事又要怎么分工？我理想的是兴趣哦，以兴趣来决定。啊，你的兴趣是什么？扫地啊，扫地可以边唱歌，还可以听音乐啊。我觉得要依据劳累程度，因为我爸妈是开店的，所以我妈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在开店，对，然后我妈回来的时候就是一起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妈会比我爸还要劳累许多。我跟文之家大概相同，因为我妈妈也要去上学，然后但是我爸几乎就是可能1个月做1、2次。我们听到就是2位 COA 他们都觉得就是爸爸相对之下好像比妈妈轻松一点，是所有的爸爸都有这样的感觉吗？爸爸们又是怎么回应这样的事情？我们来听听我们街访的结果。遇到結婚，我直接同安度做爸爸撒來門口啦，佢就會做不開心麼？掃地、洗碗、洗衣服，就拖拖地啊，对啊，整理房子啊，倒垃圾，一些壞掉的燈泡、電器更換這樣子。煮飯啊，還有掃地啊。我會挑我太太不喜歡做的，她不喜歡洗碗，我來洗。給爸爸做嘛會做不開心呢？这是应该是算是一个基本的吧，把自己生活周遭整理得干净。因为平常也都没有运动机会比较少，所以做家事呢也把它当成这种生活的娱乐啦，一种运动的一部分，我觉得还不错。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双薪家庭嘛，太太也有在上班，所以说也要分担一下，不是说像以前那样说回到家就是男生就老大这样。爸爸講嘅一胎頭路，佢做不開心嘅比例又係幾多呢？我覺得做家事，因為我和我老婆都是上班族，所以我覺得說這個事情變成說大家要一起分擔啦，應該是3-7啦，大概3-7，媽媽比較多這樣子。3吧，他應該是7，大概2比8吧。我可能做不到2成吧。他來請我幫忙會啊，他來請我幫忙，我會幫忙啊。不過喺每戶採訪到，家常會做不開心嘅爸爸哦。都是一半一半，就是互相幫忙。我們大概1比1吧，大家都互相幫忙的。因為我們家都是上班族啦，所以家事我們都平均分配啦，大部分70%以上都我在做。難怪亞迪度還以為你全職爸爸呢。我比較好請，媽媽比較不好請，對，所以就考量是，男生也可以來在家顧小孩這樣子，對啊，很快樂啊，就每天可以跟他們一起相處啊，就不會說像以前工作，等下完班才可以陪他們，就比較可以體會像以前媽媽的辛勞，體會到現在全職媽媽的辛苦，其實在家顧小孩並不是那麼輕鬆的。來，我很好奇哦，我不曉得你們看這個 VCR，你們有什麼感覺？我自己啦，我先講一下，就是我很意外，就是每個爸爸在講自己做家事的比例的時候，大家自己都笑了，我不知道他們那個笑是什麼意思。你們看你們的感覺是什麼？心虛，覺得不好意思。心虛，不好意思。你看，不用不好意思，每個爸爸都這樣。每個爸爸都怎樣？都是28或37這種東西啊。你記得他們前面說什麼嗎？他們說自己都會幫忙啊，哦，都會幫忙，對不對？大家都要分開，都蠻平均的，然後後面就會說是37。對，哎，我請問一下，37跟28是你們數學上學的平均嗎？並不是哦，不是平均嘛，好，所以爸爸們不要前面說的這麼好聽嘛，後面又跟人家講是只有37而已，還算你們老實了哈。那我想要好奇問一下，其實我們除了看到街頭的訪問之外啊，我們好像也請 JJ 是不是也幫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题目就是在家里谁不做家事？理由是什么 ？OK， 结果我们来看有哪些人不做家事？应该是爸爸跟哥哥。爸爸不做家事的理由：早上工作，晚上睡觉。谁不是这样？哦，这个理由我就不成立。再来，太忙了。哦，太忙了，那我们可能没办法想象。确实有一些工作，可能他工作时间比较长，他工作性质比较繁复一点。还有嘞，下班后家事做完了。哎呦，这个理由还真好啊！家事做完了，谁这么可恶把家里的事情都做完，还爸爸回家没有家事可以做？是谁把家事做完的？妈妈。哦，所以是爸爸这个理由，你觉得怎么样？怪怪的。爸爸推辞啊，推辞的借口對。除了無害事情，人看出有善撇嘅差異，下半場人嚟討論係咩因為差異，又為放態抗態度工作嘅綜合，你先了解工作啱住進嚟。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位女太空人是谁吗？就是出生在俄罗斯的泰勒斯可娃，她是目前第一位独自驾驶太空船的女太空人。因为那时候太空船上没有厕所，所以她那3天都没有吃东西。当太空人真的好辛苦哦。洗下茶，我一下腰，腳腳真嚟喲。看這新聞後，多咗到一啲節目嘅現場，啱先按落嚟，其實我大家講一下，雖然講你講嘅係家事無害事情，主題還係落到性別的差異，性別的差異。所以我記得我們在事前也請這個文子幫我們做了一個調查哈，你在網絡上有幫我們找一些資料。先講一下這個表格是什麼意思，幫我們解釋一下好不好？橫的是年齡，是，然後直的是男女進入職場的比例。OK， 那我們既然有男女，我們就從男生先看。你可不可以先把男生的這個趨勢列給我們看？15歲男女都差不多的。然後這是男生的就業比例，對不對？對。20歲之後大家都有工作了，然後一直工作到大概50歲開始有人退休，60歲退休越來越多。然後到70歲幾乎所有人都退休了哈。那這是男生的曲線，我們來看一下女生的部分，好不好？女生的部分呈現給我們看。女生一開始大概是跟男生差不多。對。但是到了20歲還有，但是到30歲之後開始有家庭，就慢慢往下滑。女生就開始下滑，照着一個很緩的坡度一直下滑。我們可以看到最大的趨勢可能是從這個20歲可能還不是那麼明顯，20歲之後，尤其30歲開始，女生就明顯的降低。我不知道這樣的表格，兩位其他的小歐怎麼看？你有沒有什麼解釋？怎麼去對應這個表格所發生的差異？應該是因為生小孩吧。哦，30歲開始，大部分女生生小孩，然後生小孩就在家裡照顧小孩。家庭主婦吧，有時變成家庭主婦，對啊。另外，我們也請了文子訪問他班上的同學，做了一個調查。這個調查很好玩，就是社會或者是我們講的這些學生們對於職業的這個期待，是不是有一些性別上的差異？我訪問了11個人，然後他們就是覺得護士是適合女性。我看全部11個人裡面有9個認為適合女性，醫生。你們有從其他地方看到有這種針對醫生這種特別的職業有性別的差異的嗎？英文課本。英文課本怎麼樣？他們在介紹職業的時候，就是男生是 doctor，然後旁邊就有一個女生 nurse。哦，所以課本上連我們的教材裡面都有這種性別上的差異。然後攝影師，哎，我們現場一個一個問號，來從這個1號機開始，請問1號攝影師你是女生嗎？好，她不是女生。請問2號攝影師，你是女生嗎？我是女生。來，我們最後請問一下3號攝影師，請問你最後一位哈，你是女生嗎？來哈，為什麼會有這種對男生女生的不同的期待？就是有些人適合男生適合某一種職業，女生適合另外一種職業，是為什麼？我覺得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吧。他們只是說女生很細心，女生很細心，然後女生長大就變細心。然後如果男生很粗壯，男生很壯，男生長大就變粗壯。媽媽都會跟弟弟說，你要吃多一點，長大之後才又大又壯，懂嗎？然後我們考試考不好的時候，他們就說你要細心一點，懂不懂？他可能是覺得理所當然吧。他覺得是理所當然後。
是不是理所当然了？我相信在各个家庭当中可能有不一样的状况。那讲到家庭后，C 我实 camp 这个礼拜也有到一个很特别的现场，我们到某一个小欧的家里，我们把这个主题拉回到做家事这件事情，我们就来看一下，一样是做家事，不见得如同刚才我们前面的调查或者是访问看到的，都是好像宝宝做的比例很少。我们来看一个我们自己小欧的状况，一起来看这个礼拜的 C 我台烟筒。我们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隔天早上8点，24小时上班。回到家会可能就先洗个衣服或晒个衣服这样子，这就是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地上扫一扫啦，拖一拖啦，这样子啦。那下午的时间大部分就是准备像这样备料。妈妈下班都已经6点多快7点了，所以再煮的话会来不及吃。像比较简单的，像拖地啊，或者是洗衣服、折衣服这一类的啊，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了。JJ 下课真希望卡同爸爸打这鼓，两只呀就开始紧讲话、紧扎衫。今天户外消雪怎么样啊？你不是说你要跟去？你们玩高兴一点就好啦，对不对？你说你要跟去啊？同爸爸讲下做不开心嘅事情。JJ 还未同爸爸分享啲好講嘅成分。佢也兩隻呀，留衫褲集好貼好，真見當槍呢。下來就會等媽媽全部卡掉。爸爸，这个我来洗，大肉切好放在冰箱，然后牛肉已经放下去蒸了。所以我都每一个骨头都把丝拉掉，所以2斤的地瓜叶剥了1个下午。JJ 端菜咯，好吃飯了。JJ 一部抗議就嚟躺下食呀，佢喺度享受爸爸媽媽同下煮嘅飯。時間到就要趕快趕回來，趕快準備啊！那他其實看在心裡，看在眼裡，所以大概4、5點他就會打電話給我說，我們今天要煮什麼，我要準備什麼。對，他就會先幫我準備。那因為我下班回來比較晚，至少就是說我不用從頭來。我們共同吃飯以後，就大家共同去分擔我們的家事。其實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氛圍，就是至少說是一個家庭凝聚在一起。当当当当，答案揭晓，原来是我们 COI JJ 的家里。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 JJ 爸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 JJ 爸爸。大家好，我是 JJ 爸，目前在台北市消防局工作。2位其他的 COI 女生们，你们怎么看 JJ 家？你怎么看刚才这段 VC 呀？我是觉得，如果把爸爸以后也像那样的话，那该有多好。虽然工作1天，但是回来还是会做家事。而且那个1天是24小时的1天哦，不是我们一般上班8到10小时的1天。JJ 爸爸能不能谈谈你自己刚才有讲到说，不是一开始就会做家事，这个历程是怎么转折的？应该讲说，大部分的男生都会有一种观念，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那时候我们的观念也是，我在外面工作，那下班回家很累了，对呀，所以就会想说，那家事就全部交给你，是，包括带小孩都是算你，是，对。那太太受不了了，她就会觉得说，我在家带小孩其实也蛮辛苦的。那你可能没有去体会到带小孩子的辛苦，所以家事我也要做，带小孩子也是我在带。对，那是不是我们要沟通一下呢？怎么让爸爸跟妈妈一起沟通？其实我觉得要开家庭会议，包括小孩子要在吗？对，小孩子也要在，因为家是大家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所以开家庭会议，希望每一个都在。然后呢，大家去分享，或者是去协调，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毕竟大家都是这个家的成员，所以家事我的观念是大家都要一起做。OK，
今日短短的时间，我们谈到 NET 裏邊，謝謝爸爸佢嘅分享，希望各位觀眾朋友也從佢哋嘅經驗當中，真係學到乜嘅東西。當然，最尾時間，希望我們大家一個問題，當然你認為亞烏下你條家事男女嘅比例樣板分配幾比幾為下公平？以下做嚟接住，以上就係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好，那精彩內容下個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記得準時我哋收聽嘅社會是天賦，希望大家。Do you like Taiwan? Of course I do. It's a nice place. Where? Shilling Night Market. 士林夜市。就是它遇到不同颜色的地方啊，环境，它就会突然变颜色，就隐藏掉自己，然后让天敌找不到它。这是很经典的标准错误啊！标准错误啊！为什么？